晚辈斗胆，求前辈救救家父吧！晚辈愿一辈子做牛做马，报答前辈大恩。咱们家事岂能劳烦前辈？前辈恕罪，前辈恕罪呀！前辈恕罪。晚辈公孙信已当心立誓，只要前辈能治好家父，小女子心甘情愿，终身侍奉前辈。哦，若是我不愿意出手呢？晚辈绝不敢要挟前辈。晚辈奴钝，指望前辈能够成全晚辈微薄孝心。若蒙垂怜，即使作为奴婢，晚辈也在所不辞。奴婢，师妹你疯了！可是，金盏草，其效重在理气正脉，与鬼玄参、赤炼精同服，应当有效。本座在此闭关几十年，确实需要个打下手。若你愿意，上前一步。前辈既已赐丹，小女岂有反悔之理？还请师叔将此丹药带回救治父亲。你们从此别忘了信儿吧。师妹。李师侄，木已成舟，我们走吧。公孙小友，本座自将远行，冠汝孝心可嘉。现将此洞符与洞中余宝相赠，切勿轻易示人，以免引祸上身。好自为之。前辈，自从内外海隔绝以来，已经20多年了。这丫头想来也是吃了不少苦，有此孝心，也算是难能可贵。反正那些炼气的功法和法器也没什么用了。